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最近病例还阁真济，还可关注感染发生，才决定要把3级警戒时间延长到7月12日。北龙关注感染事件，指挥中心表示，无体检快筛阴性袂当入去，也建议就爱做 PCR 检测。不过高分体认为 PCR 会有钱的问题。有一名伫文殊公病院开刀的病人，等到高雄说为何厝内面2个人，但基嘛也批评新北市调查无老实，文殊公病院也无伫咧管控。讲到全国3级警戒的时间，确定要搁再延长咯。这时间是延长到7月12日。另外，今仔日有增加104个本土病例，也有24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因为最近这个病例由原是真济，而且佫有关注感染发生，咱台湾是无放任的本钱，才决定讲要搁再延长2礼拜到7月12日。新冠本土疫情又搁压起来，单日新增加病例数又搁8外。礼拜3、2、3新增加104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45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22例，高雄市甲新德县各9例，桃园市7例，苗栗县4例，基隆市3例，宜兰县2例，彰化县、南投县甲屏东县各1例。今天的病例数是比昨天前2天都稍微多一点那但是呢还是持续的那个整体的趋势还是往比较好的地方在走。另外，死亡个案原来新增加24例，其中23个人有慢性病史，上少年死亡个案是40多岁男性，是家人某一个护理之家的住民，本身有糖尿病中风这个病史，因为捌接触到其他确诊者，接受采检确诊，6月20因为肺炎过身，这个死亡的个案为破病到死亡平均是22天。我们今天公布的24例当中有一位是4月发病，是菲律宾境外移入的个案，大概是序号1另外有12位是5月发病那11位是6月发病，从发病到死亡平均是22天指挥官陈时中讲，最近跨区团报事件也是有，世界各国因为解封伤紧，致使到疫情国压起来这经验，大家拢看现现，所以才决定将全国疫情警戒第3级，搁延长到7月12日。整体的趋势虽然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一些改善，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继续2个礼拜大家再忍耐，但是呢，我相信就会再久，大家就会稍微松懈，所以我要特别呼吁大家共同忍耐。陈时中坦白讲，3级警戒愈久，防疫疲劳就会愈侪。不过目前相关防卫措施并无失效，若做疫情趋势有控制，都会慢慢解封，会变动调整。希望民众少论者，也呼吁符合疫苗注射对象的民众赶紧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龙的关注感染事件，指挥官陈时中甲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早起拢去到市场视察。指挥中心也宣布要启动6项市场加强防疫，这其中也包含着若无快筛阴性的证明就袂当入去，也建议市政府就要做 PCR 检测。不过市长郭文哲却回应讲，做 PCR 会关系到计数问题。北龙爆发互相烧的感染，已经总计54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农委会主委但集中陪同下，23透早到第1果菜市场来视察。2个人拄离开，郭文哲也来视察北龙，2个人并无伫现场拄到。为着防堵北龙疫情，陈时中宣布启动市场专案强化防疫做法，包含快速全面检查，市场从业人员无持有检验阴性的证明，袂用入场。检查站应该设置人均的市场，建议采 PCR 检查，也推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批发市场的人员一步一步来注射疫苗。每一次在快筛完之后，那可能就要等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那怕时间会有挤压到，那反而让这个速度快不起来。所以我们讲就是说，那如果要2个一起做，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直接就做 PCR？这样免于等待。对着北龙北疫中心的疫情连续突出来，郭文哲认为是新闻的操作。台北市疫情无遐严重，6月21到23，北龙3天快速检查3200人，阳性数11人，快速检查的阳性率是0.34%。那中央只是认为说，他们的规定是24号，北农就必须要用快筛阴性的证明才能进场。台北市府即阵采取快速检查加 PCR 同步进行，对陈时中建议北龙直接做 PCR 提升效率。郭文哲不满，讲 PCR 计数是大问题，要做批次的 PCR 也无想遐简单。
PCR 你知道哦，那个成本现在智慧是5000块嘛，最便宜的4500，你想想看哦，从200块变4500，这个做1个2个就算了，要做1万个哦，哇，这个价钱差很多。郭文铁甲苗栗电子厂为着事件提出做对比，指出中央会使成功围堵电子厂的疫情，是因为互相收为外籍移工是住伫宿舍，毋过北农出入的人拢是散布在各地，是流动性的两者无共款。另外，伊讲即阵台北市的疫情调查以居住地为主，毋过北农疫情凸显跨县市调查的争议，会甲中央讨论安怎整合提升疫情调查的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45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个人是甲北农有关系。新北市自治市也甲3店铺邦桥的果菜市场做体检，3000多人体检全部拢是阴性的。另外，3级警戒要甲延长到7月14日。市长侯友宜表示讲，大家是千万唔通放任。社区防治。新北市23新增加45例确诊人数下降，不过依然是全台湾上多，其中6例甲北农有关系。北农互相受为感染了后，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3店铺甲邦桥的果菜市场大规模来检查，日检查3627人，全部拢是阴性。中央宣布3级警戒延长到7月12日。侯友宜强调，应该爱全力以赴为放松。新北市在这一段时间要更全力以赴，快速的把疫情降到最低，这也是我们团队绝对无时无刻不能放松，能够有朝一日赶快回到正常的生活。对23开始，3店铺甲邦桥的果菜市场开始做注射疫苗。侯友宜表示，先用库存的来注射，了后中央会及时来补助。另外，也加强检查力量，在弥生代3000个以上，员工将近44000人的新北产业园区头一摆设置快速检查站，要找出稳重的确诊者。因为在新北市确诊者疑似的感染源内底，16.83%就来自工作场所。这个快筛站每天可以筛到600多人。由我们的专业医护团队进驻，而且可以团体预约，让企业安心。台北市团出有8个归友来确诊，新北市加强新北202位归友的安置，列做优先注射对象。街友呢被安置前呢都会做快筛，确保阴性呢才能够入住我们的旅馆以及安置中心。那我们早将街友呢列为优先施打的对象，那目前呢已经打了一半。对着疫情严重的乡巴，中央优先注射疫苗特别纳入共带囡仔的人，也有传统市场合法的大头甲卖场含超商的收银人员。不过传统市场造册编列有真侪问题，恐惊违法的大头数目更加多。侯友宜认为中央指引爱清楚，若无地方执行是有困难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9个本土病例，其中有7例是家庭群组感染。这内面有一个指标个案，5月底要去到新北市三甲的文子宫病院开刀，说是染病倒转来，为何厝内面6个人？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批评新北市的疫情调查无老实做，也讲到文子宫病院的内部管控有问题。但讲到屏东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一个计程车司机来确诊，伊一个人也为何另外4个人？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资料是从新北市卫生局所传来的任何资料。高雄市长陈其迈真生气，点名新北市府疫情调查无实在，因为高雄在23日新增加9例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属林武甲旗山地区2个家庭互相相偎，其中林武互相相偎7个人围着。指标个案这摆出入新北市的文子宫病院，却是无法包列在内。这个案14359所住的病房11楼第20房，跟后来证实的在新北恩主公医院这边群聚的首例11楼第18房，仅1房之隔。市府指出，指标个案60多岁男性5月下旬去过文子宫病院开刀，大的病房活伫11楼，病院互相相偎感染首例病房，也捌2摆会诊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医方却是错失3摆机会。相关资料拢是高雄市卫生局家己收集，呼吁文子宫病院重新启动调查，调查时间缩到5月2日。我们高雄市都知道说是住哪一个病房，这个人没有做任何的检查，没有筛检。也没有疫调，也没有隔离，所以这个人就放他出去。
另外，屏东第15天零确诊案例了后，23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63岁客运车司机。采检接触者发现，司机载过人客，有1名人客2名，带到伫厝内底人，甲1名甲司机食饭的朋友，经过检查了后也确诊，即阵已经通报中央，不过也无全国暗号。有确诊人客隔壁厝边是秘鲁回国的境外确诊者，要官府赶紧来追溯调查，同时优先开放客运车司机来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主席基金会今仔宣布，要去买500万吨德国原厂的 BNT 疫苗，在企业照规定甲文件送到需要数去。另外有风声讲，总统府捌敲电话去关心主席要买疫苗代志，不过主席表示无接到总统府的电话。若讲到鸿海甲台积电买疫苗进度，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双方正在交换修改法律文件。我们预期购买 BNT 德国原厂500万剂疫苗。主席基金会对外宣布好消息，买疫苗前期相关的申请文件已经准备好势。伫疫苗采购的来源得到初步进展。伫23照定书正式甲买 BNT 德国原厂500万剂疫苗相关文件送件予食药署。也若外界传讲，总统府伫伊捌敲电话予主席关心疫苗的申请，主席讲并无接到总统府的电话。我们21日上午没有接到总统府的来电，此际申购疫苗一切依照政府相关规定办理，希望能够协助台湾早日度过这场疫情。食药署证实讲，已经收到文件，会照规定来办理。顺利送件了后，主席讲是照政府相关的规定，佮有流程提出申请，速度来配合主管机关审核文件。也来主席是毋是甲台积电佮有鸿海共款，由政府授权来买疫苗。行政院指出，鸿海甲台积电是因为紧急的需要，采取特殊采购的专案，其他民间采购案件，食药署会照定数来处理。然后会进行相关文件的一个审查。好，那第二个有关于鸿海跟这个台积电，好，那目前我们在就相关的法律文件在交换修改相关的文件之中。陈时中表示，确认主席买疫苗的管道，佮有出头敢已经有疫苗了后，会正式来回文。外界关心鸿海甲台积电疫苗采购的进度。陈时中指出，目前双方正在交换修改法律文件，嘛会做伙开会。记者综合报道。嘉宾将注疫苗了后，也传出因为注疫苗所死亡的怀疑个案。指挥中心表示，今日阁增加25个怀疑个案。另外，伫花莲也出现一个101岁阿祖注疫苗了后出来往生。目前注 AZ 疫苗了后来过往的人已经有134个人，死亡原因敢是因为注疫苗来引起的，恐惊是国的调查。民众注射疫苗了后，陆续传出疑似不良案例死亡的个案，新增加25例疑似案例中，年龄在57到101岁中间。50多岁个案内底，一个是长期西药剂的查甫人，住院有风声，第2天出现落屎、腹肚疼这症状，送医到院前来死亡。解剖了后，发现有心肺梗这一边。另外一个是女性，有西药剂，也有高血压的病史，注射4天了后出现腹膜炎，肠仔破气，手术无效死亡。那这25例当中有7例是住在机构，6例是洗肾，那另外有14例是有慢性病史。那其中是有2位是50几岁，50几岁的女性是她有洗肾高血压的病史，50几岁的男性的部分，那他也是长期洗肾。另外个案之一是桃园一个男性的里长，45岁，有心肺梗一边，心脏有斗经啊。顶个月19，疫苗注射完了后，转去厝发烧。这个月初4做完里面的服务，转去厝休困，可是一个困了后都爬袂起来，不幸死亡。伊的医院好朋友是伫面册发文来思念，表达感觉真唔甘。心血管的功能就是不好，这体重100多公斤150吧，然后190公分高，本来就长期就是有那个心脏的问题，会不会是疫苗的造成它就更加剧，说不准。另花莲是出现头一个死亡案例，是一个101岁老阿嬷，伊17有放射治完了后，20吐去医生看，诊断是尿道感染，结果在2日过身，是毋是甲疫苗有关系，也搁要等待调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那到底是跟疫苗是否有相关性？我想我们还是要做进一步的厘清。指挥中心也公布一件疑似注射无得到疫苗了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个案，这32岁男性注射7天了后发生状况，疑似心肌炎、无度排毒时变毒性，也是甲疫苗相关的真少看并发症。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伫今日开始，甲有新的护理人注莫德纳疫苗，要自进前妇产科医生也拢爱先检查过，确定无问题才会当做。你了体温过压下来是照超音波。高雄23号开始替全市有新的妇女注莫德纳疫苗。早时虽然落大雨，也是真侪人来。亲像是这位妈妈手册登有莫德纳疫苗单的妇女，本身是医护人员，伫医生的建议之下来注疫苗。医生觉得就是利大于弊，会多少会有一点点担心。还好耶，应该就是莫德纳，因为之前产检医师有先做评估的。A Z 就完全不考虑了。目前是不考虑的原因是不考虑，就是以医师评估为原的。联合病院咱讲是全高雄上早替有新妇女注莫德纳疫苗的病院，规工落来会有30个妇女来注射。病院表示，这30个人拢是卫生局先做切好的名单。其他有新的妇女想要注嘛，是23号开始来受理挂号，会为拜一到拜五一天50个名额来提供。他们尽情的询问他们想要知道的问题。大部分愿意来打的，他们其实在家已经做足功课，他们认为打比不打好。早时状况大致上是良好，嘛无想要注射所找无的状况。不过病院嘛提醒，有一寡有新的妇女无建议，比如讲伊的羊水无够，也是讲伊巴肚的阿姨体重无够重，就无建议来注射。但因为来注射的有新的妇女，大部分拢先互家己的产检医生检查过，所以无符合资格的状况无介可能发生。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个顶礼拜六，有一个伫个北龙甲宽南市场送货查甫人发生车祸，送到病院了后却检出阳性，好加在协助处理的警察快筛拢是阴性的。自从北龙发生群组感染事件了后，各地方也开始针对着市场进行体检甲相关的规划。新北市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队正在消毒，因为顶礼拜处理一件交通事故。民众送病院了后，确诊新冠病毒。6月19暗时6点外，万板大桥机车道有一个骑机车的54岁男性，撞到桥墩的壁了后，倒伫涂骹昏去。交通分队甲普吉派出所3个员警到现场处理。伊送病院了后，快速体检 PCR 阳性，不过第二天用准确度较悬的 PCR 确定是阴性，解除危机。这个住伫新庄的男性，平常是伫北龙阁有宽南市场送货，已经发烧1个月。迄当时伊下班骑车转去处理，先煞去邦桥买退烧药啊，敢若是发烧，身体无爽快，才会发生意外。为着要较细致来处理，警方也是安排3个员警做体检。在6月20日安排3位同仁做快筛及 PCR 检测，均为阴性反应。警方表示，3个警员身体状况真好。这个事件嘛，因为伤者伫北龙阁有宽南市场送货，引起注意。事实上，毋但是双北，中南部的地方政府嘛加强对果菜市场相关的工作人员做体检，阁有防疫的工作。中华县政府23日起，伫个溪湖果菜市场，针对卖果菜、送货，阁有农民，差不多500个工作人员来做快筛。配合咱政府政策，咧事先有通知，蹛承销商甲这个托付人的司机较完工，所以今日呢，应该会达到100%把我们市场经行进出的人员做一次快筛。云林县政府嘛，伫个西路果菜市场边仔的分机病院，阁有土库农会设体检站，提供市场阁有南北运输相关的人员体检服务，希望会当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发生移工群聚感染了后，县政府也要求警官店主爱甲移工分配换宿舍。结果，这个宿舍的环境是愈换愈歹。就移工表示讲，这环境会滋，甚至阁有的人爱困伫咧涂骹，环境也是无清气。目前县政府也下令警官店主着爱随改善。苗栗警员店主移工一日节将行李为游览车搬落来，这2天警员店主要做移工宿舍人数降载。20日暗时开始，陆续有100位移工为竹南宿舍刷到造桥宿舍，不过过程真乱，不止行李无所在放，甚至连困的所在拢无。有移工将宿舍状况翕来，向天主教神父求助。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东西放在哪里，没有地方。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这个马路，他们的东西，还有他们说你们的新的房间是这个。可以4个5个人，可是很小。
但地人政府表示，伊了解这移工拢是因为疫情关系，爱配合中央甲地方政府的政策。啊，毋过真侪移工客入一间细间房间，也拢无做好清洁消毒。移工也因为群聚，佫造成疫情空棚。啊，毋过对移工的真情，协助转移宿舍的移工中介公司负责。啊，毋过苗栗县路政处表示，这2天宿舍的状况确实较乱。有些人要搬进去，那有些人可能要出来，势必要来做一个挪移的调整哦。所以，这2天事实上，现况也是有一点比较混乱哈。那不过这一部分，据我们的了解哈，那目前现阶段，中介公司这边也已经是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竹南移工疫情爆发了后，经源电子移工宿舍问题已经毋是第一摆互人投诉。苗栗县路政处已经要求经源电子甲中介公司要做好移工安置，也有环境清消。对于移工外出禁令什么时阵应该读，苗栗县府认为，佫需要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发展做今年第5个风台。气象局表示讲，这个风台会向日本海沙震动，对咱台湾无影响。另外，受到风面的影响，气象局也针对着南部以及着花莲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伫关岛附近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成做今年第5号风台强皮。因为未来会刷向日本海面，中央气象局表示对台湾无影响。我们预估它未来会慢慢的向西北的方向，再转北来到日本东方海面这个地方。预估在第4到第5天左右，它会逐渐减弱为温带气旋，并且并入到时候北台的自由锋面里面。受地流方面影响，中央气象局23对南部甲北部山区、宜兰等地发布大雨特报，也对花莲山区发布大水雨特报。啊，不过是整体落雨会转好。预计在今天晚上入夜之后，整体的降雨会再为趋缓，有一些下雨会跨过晚上8点之后，包含像东半部地区，包含像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气象局强调，因为全台天气依然真无稳定，民众出门一定爱会记早雨伞。也有笑日落了后，受西南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会转去甲真烧热天气，温度伫32到35度之间。南部地区是维持伫29到30度，也会局部落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进前伫印度出现武汉肺炎变种病毒 Delta 病毒，这个变种暂时号做 Delta Plus。根据着印度卫生单位的讲法，目前大约有20个人去染着 Delta Plus， 而且 Delta Plus 的死亡率是搁较悬。世界卫生组织是搁再呼吁讲，世界各国的疫苗就要提出来分享，来帮助无疫苗的国家。印度政府讲，已经有3个邦传出好亲像新变种病毒 Delta Plus 的确诊病例，差不多20人。其中西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有16个人。专家认为，印度疫情快速扩散主要原因，就是也是上低的注射涵盖率。印度会当讲是全球上界大新冠病毒疫苗的产地。不过，全国9亿5千万左右符合资格的少年民众，涵盖率敢5.5%。病毒快速扩散的结果，就是出现更加会为人也加死亡的新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即卖的 Delta 变种病毒目前已经伫92个国家出现，总共疫苗涵盖率相对较悬的欧美先进国家 ，Delta 也变作是主流的病毒。The rate of decline in most regions has slowed, and every region has countries that are seeing a rapid increase in cases and deaths. We are well aware here in Israel that the Delta strain has proven to be able to disseminate even in relatively well-vaccinated countries. And because of its high transmissibility and its high 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outbreaks should be expected. 对这代志，世卫组织呼吁疫苗注射率较好的好亚国家，只要还有能力，应该爱将疫苗资源分予无够的散车国，用注射疫苗，甚至阻止疫情拖上紧，安尼才会当防止更加侪新的变种病毒出现。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美国总统拜登是希望讲，伫今年7月初4，美国国庆节的时阵，尚无有7成的大人爱注过疫苗。不过，这个目标到当是确定无法度来达成咯。另外，伫印度，虽然政府予民众免费注疫苗，不过真数人认为讲注疫苗会影响到团众接待的功能，所以因是真侪人无爱去注。
伫北京22个防疫记者会顶悬，拜登政府防疫官员第一摆承认，7月初时要互全美7成成年人口拢注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目标，确定无法度达成，主要是年轻族群自意愿无悬。上新目標是要互27歲以下人口疫苗注射率趕緊達到7成。We will meet the 70% goal for ages 27 and older by the end of July 4th weekend, with a few extra weeks needed for the 18 to 26-year-olds to get vaccinated. 根據美國聯邦政府2日的數據，全美超過1.5億個人已經注完2劑疫苗。有9成65歲以上人口至少注過1劑疫苗，40歲以上至少7成5%，30歲以上要7成。北京22強調，這證明政府的注疫苗目標絕對是正確的。Is we set a bold, ambitious goal,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has don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we are expected to meet that goal just a couple weeks after July 4th. 另外，全球第2大新冠疫區的印度第2波疫情慢慢登復，政府也為這禮拜開始，予全國成年人免費注疫苗。不過，因為農村謠傳新冠病毒只會在大都市傳播，而且注疫苗會影響生育能力，所以大部分的村民抗拒注疫苗，嚴重影響防疫工作。आप बैठेंगी आपको देखा देखी एक लोग और आएंगे कोई नया मत बनेगा कोई नहीं ऐसा कोई जगह 另外，日本政府進前將輝瑞 BNT 疫苗公費注的對象放定到12歲以上，不過因為注疫苗愛家長同意，可能會互無注過疫苗引起同儕壓力或者是霸凌歧視這個現象，所以日本政府2日表示，各種高中生目前無推薦集體注疫苗，假使要注，愛利用放學或者是假日，互家庭醫生個別來注。公視新聞警員請編輯。講到這疫苗愛注2筒才有效，那陣這2筒注無同款的品牌敢有問題呢？目前佇咧加拿大和西班牙攏已經開放會當注無同款的疫苗，連德國總理梅克爾、意大利總理德吉拉也攏注2種無同款的。另外，佇韓國受到 AZ 疫苗延後出貨影響，有76萬人第2筒愛改注輝瑞疫苗。不過，澳洲和咱台灣目前是建議講注同一個品牌就好。德國總理梅克爾加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就邊境甲疫情這個議題當面討論。Wir werden darüber sprechen, wie wir auch uns besser noch koordinieren können, gerade wenn es jetzt um Einreisemodalitäten geht der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züglich Reisenden aus Großbritannien. 真拄好是，这2個總理攏注無同款疫苗。德國政府發言人是講，66歲梅克爾佇注完第1劑 AZ 疫苗了後，第2劑改注莫德納。意大利總理是注完 AZ 了後，再擱注輝瑞 BNT 疫苗。那麼注這個議題也引起國內外的討論。目前加拿大、西班牙已經開放一寡研究當地進行。那麼注無同款疫苗是毋是會當增強保護力？韓國當地邊疫苗注射進度，目前有超過27%的民眾已經注完第1劑。不過受到 COVAX 疫苗供應較慢，當局一定伫7月開始來換注無同款廠牌疫苗。差不多有76萬人頭一劑注完 AZ， 第2劑改注輝瑞。目前衛生單位也正在進行試驗，觀察測試抗體形成的狀況。在澳洲是傳出2個負責人注完 AZ 疫苗出現太會緊的副作用，致使死亡。當局伫17公布新版本的疫苗注射指南，將 AZ 疫苗的建議注射年紀調整到60歲以上。不少人煩惱副作用，攏取消意欲，影響一定人唔敢去注。The risk of this very rare side effect is extremely rare, 1.5 per million in a second dose. That is far outweighed by the risk posed by COVID at any age. So please, we are not mixing and matching at this point. 澳洲政府表明，目前無注無同款疫苗的計劃。專家也講，相關研究還佫佇起步的階段。不過，數據資料無夠的情況下，也是維持2劑疫苗攏注同款比較較安全。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
咱继续来关心香港。香港的《苹果日报》今仔宣布，明仔载24时会出最后一届报纸，目标是印100万份。网络的部分也会做伙停止营运，结束26年来的经营。台湾的《苹果日报》表示讲会继续来经营。另外，香港的一传媒也宣布特别收起来了。目前一传媒已经有12个人去封掠起来。另外，香港《苹果日报》负责写评论的人，伫23载起，依照违反国安法定罪，也去封掠起来啊。公告感谢支持，香港《苹果日报》宣布6月24就是最后一刊，网络版24透早也会暂停更新。一传媒董事会原本声明表示，上班第26停止出刊，不过为员工安全甲经济考虑，24就停止营运。感谢香港人支持，目标会印100万份，为76年历史做一个结束。唔係好樂觀㗎，咁就睇下公司做到啲咩咯。盡量做埋自己啲嘢先咯。佢唔好裏邊最好嘅結果，都至少可以出到糧俾大家員工，最後人工出到嘅，咁都係算係最好嘅結果咁樣咯。咁但係我唔係好樂觀咯。另外，香港一周刊也要停運，社長黃麗松伫網絡來告別表示，編輯部相信在大時代之下已經到臨終點進前，以至出過去為一周刊努力過，享受過做新聞的自由都無後悔。台灣蘋果日報表示，會正常運作，無受影響。一傳媒集團相關人士已經有12個人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抓，包含一傳媒創辦人李志興、行政總裁張劍虹、港評總編輯羅偉光攏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安罪。23蘋果日報主編楊清基也予警方以違反國安法扣留調查，伊用李平做筆名寫過真濟篇社論。中港講，他去年7月7日生效，迄一天23歲，10個人當應該騎插戶，講予香港時代革命期嘅機車弄警察，加做第例以國安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加恐怖活動罪等罪起訴嘅被告。關中近一年23第一擺開庭，其中無數香港人派講予香港時代革命考據，是不是會被認定有港獨嫌疑，真受關心。煽動分裂國家嘅相關刑罰是10年加刑，恐怖活動罪相關刑罰終身。記者綜合報道。AM 新聞今仔日有替咱觀眾朋友整理今仔日各縣市本土病例數量。今仔日是增加104個本土病例，也有24個人死亡。各縣市進行新北市有45例，依然是上界多；台北市有22例，高雄和新竹縣攏是9例，桃園有7例，苗栗有4例，嘉南有3例，宜蘭有2例。彰化、南投、屏東攏是1個病例，全台灣目前已經有14260例啊。本土病例部分也已經超過13000例，目前也有599個人死亡。講到這個3級警戒是要延長時間到7月14日，各行業同款是無成立通好做。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就發表講，餐飲業是強迫活袂落去，建議政府就要有規定方式來綁定店內生理。經濟部伫今仔日也公布5月餐飲業的營收，若甲去年同時間來比是落2成。店內空影影，因為3級警戒禁止內底用餐，不過轉型予人炸出去，也是外送生理嘛無好。受到這個疫情的衝擊，袂少店頭規個倒店，國內餐飲業差不多將要被砍入。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表示，原本餐館營運有6成以上佇個內底用餐，3至4成是炸出去，還是送出去。認為佇高規格防疫情況下，未來小規模開放店內用餐，會當減輕營運的壓力。你可以用嚴格性的小開放，你可以做30個、50個人的地方，我給他做5個，可以嗎？3個可以嗎？你要給他 QR code， 你要給他量體溫，你要給他戴口罩，要勤洗手，噴酒精。經濟部統計處公布，5月餐飲業營收表現，其中餐館業甲去年比起來，衰退18.6%，飲料店業衰退21.4%，整體產業5月營收是502億，甲去年同期比起來，衰退將近2成。主要原因是國內疫情嚴峻。餐廳全面禁止內用，業者營收大幅的下滑。我們預估6月份為427億元到446億元。6月餐飲業營收表現，經濟部預估會更較慘，衰退幅度恐驚超過3成。而且指揮中心宣布3級警戒延後到7月12日。
艺文电影相关的产业，营运会当讲无米兼论过。英国业者是讲，若做错过形式解封，影响会更较大。就我们有看到欧洲的剧场反复的开了又关的这个状况，不确定性其实对表演艺术团队来说确实太辛苦。我们都是在那个100人以下，我们一旦微解封之后，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进入准备的工作当中。微解封之后吧，我觉得还是会采取梅花座，每一个场次的一个总上限人数要控管到什么程度，这也需要由指挥中心来做一个定夺。电影业者表示，开放民众入来戏院，恐惊都要降到2级警戒。产业业者是讲，伫指挥中心也未宣布3级警戒解除前，敢会当转型卖冷冻食品，还是行电子商务。不过店租降袂落来，人数开销大，挡袂牢，到尾也影响歇业的业者愈来愈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劳工纾困贷款有50万的名额，4天内是抢了了。就民众去甲立委陈情讲，这个要去到银行申请审查，却因为无报税资料去互拒绝。立委也召开记者会，要求劳动部就要检讨申请的规范，也希望讲第2批的纾困会当增加名额。虽然劳工纾困贷款因为人收济暂停办理，但是有立委接到民众陈情，讲前几天去申请，因为去年的薪水较无到20.8万，唔免报税，收袂到银行，竟然以无报税资料做理由拒绝贷款。这门槛设定有一个50万的这个天花板的收入，可是呢，你在地板上呢，甚至地板底下还有住在地下室的人，也就今天我们讨论的20.8万的人。还要有一个薪资证明，有无一定雇主或无一定雇主的人都可能会去遇到这个问题。查询现行的规范，若无报税资料，民众会使提薪水证明等等，互银行去认定。但是立委认为，有可能是山工无固定雇主，是要去倒位开证明。劳动部是表示，目前是用财政部提供的所得税资料，互银行去审查标准。若劳工因为免缴税，所袂当来申请。因买做检讨。那为了减轻疫情对劳工生活的冲击，劳动部会视核贷状况及各界的意见，滚动式检讨。那再向行政院积极争取这个预算。除了要求贷款申请的条件来放零，嘛有立委认为，所落来第2批纾困贷款的名额应该会提悬，互更较侪人请会到。各部会嘛应该检讨这届劳工纾困的问题，赶紧解决民众的需求。记者田雅文张随采访报道。对7月初开始，北部传统市场合法的大头啊会当去煮疫苗，不过有一寡大头根本是4价牌，要来追踪是真困难。不过指挥中心表示讲，会依据地会通报互地方主管机关的名册为主，会强调讲这部分一定会处理，互民众安心去买物件。中央20宣布扩大煮疫苗的名单，维持民生需要的市场单位也拢有列入去。大商表示，逐天接触的人拢无稳定，加上排大的所在无通风，会当生住会较安心。有先登记名字啊、姓名啊，就是摊商的人员这样子，对吧？啊，可能不知道排得到还排不到吧。根据主计总处调查，全台湾的单位计共有30万外单，虽望做册名单以合法的单位为主，不过有的单位无加入工会，也无排单的证明，有的是做单位红牌，疫苗注射的人数甲控管恐惊有空旁。我不敢讲说一定很完整啊，因为你一个摊位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在营业嘛。外面摊贩我们有41处摊贩集中场，那个是我们有列管的，那个我们会处理。那这个是一个市场管理过去的问题。那就防疫上，因为合法摊商是可以清楚列册的哦，所以地方主管机关去怎么去做这个完整的列册。那列完册之后，我们就会依照这个列册名单来施打疫苗。除了爱靠地方机关监督确认造册名单的真实性，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市场防疫要是袂当放零，强调一定爱甲民生经营产业链的防疫工作做好，紧煮疫苗，才通互民众安心消费的环境。记者阿敏金林玉凯台北报道。
台北市伫咧5、6月这段期间，拢总有14个家友来染到武汉肺炎。市长郭文迪表示讲，家友爱带先来注疫苗，也引起众人关注。长期伫咧关心家友的作家林立清也讲，即马家友的防疫重点是爱减少伫咧街路顶头的人，也爱追踪因。疫情还阁伫咧传，伫大家拢密伫厝内防疫的时，有一阵家友敢若会使踮伫外口流连，有路无厝。5月到6月，台北市计共有14个家友确诊新冠肺炎。台北市长郭文泰日讲，家友就爱注疫苗。长期帮助家友的团体帮助心甲人生百味嘛表示，家友占都市人口差不多0.24%尔，算是规个城市防疫的关键。有钱的人可以躲在家里，他们不能躲在家里啊，他们就没有家。可是你现在因为公共空间的关闭，所以他们全部都集中到文甲公园、台北车站。所以人口密度增加，人与人的距离就会比较近，那这个时候就会变得危险性增加。家友的行踪较快，较好追踪行大过的所在。长期伫咧忙操心斗3工的林立清讲，重点就是要互街路的人减少，而且会当掌握行踪。社会局社工科讲，即马有咧加强协助安置家友。其实过去我们对台北市的街友，我们都是列册追踪。那只要就是他有固定期数在街头，那我们社工每个礼拜都会定期的去做夜间的访视，所以大概都跟街友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辅导关怀的一个关系，包含这个中途之家跟民间伙伴单位合作的这个住宿方案。当这个床位不足，我们也会结合平价旅馆。确实那个街友的个别差异性很大啦，那当然就是说他们习惯在外面比较自由的生活模式，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但伊如讲，确诊的家友确实拢是无接受安置的家友，为了要互唔愿意接受安置的家友较有保障，已经开始取得因的登记，列入疫苗接种的名单。疫苗接种了后可能的副作用，但伊如讲，除了家友平常时拢会互相照顾以外，车头的保全、警察等等也会较注意因接种了后的身体状况。记者郭不根郑派文台北报道。伫咧顶年有一位姓郑查甫人，因为保票冲突，压倒台视铁路警察李成汉。伫咧1审的时阵，认为讲这个嫌犯伫咧犯案的时阵，视觉失调症发作，判伊无罪。不过伫咧2审的时阵，认为讲伊病情发作的时阵，并无影响到伊会当判断做这个行为敢有犯法能力，该判伊爱关17年，而且关线了后，该强制监护5年。不过伫今仔日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啊。无奈啊，要安怎感觉？一个囡仔饲到这大汉，对无？然后卫生府比甲咱判带伊就带伊，那有迄落，搁较什么人嘛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啦。啊嘛是安尼尔，无变咯，嘛无法度改变什么货啊。嘛无要求改正啊，是为了社会安定，最主要莫讲会有这种类似的事情一直发生。针对着法院判决的结果，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妈妈认为感觉真无奈，认为讲爱互警察执勤的时阵有安全感，也爱互民众有安全感，更加袂当因为犯案的时阵，这个患者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司法顶头就判互伊判较轻的。讲到台中火力发电厂兴天然气的基础案，一直咧卡伫台中市政府的都市审查。经济部长王美花昨下晡召开线顶记者会，表示讲已经有请示过内政部营建署啊，台电的天然气新基础唔免进行多审，行政院也已经发予因特种的建筑不执照，会当开始动工。不过，这款行为却引起台中市长罗秀燕的不满。台中火力发电厂是国内发电量上大的小土团的电厂，不过产生的空气污染一直影响到中部的民众。经济部甲台电近几年推动以天然气换土团的计划，希望会当透过增加小天然气的基础，和小土团的基础会当退役。不过因为相关的定数一直卡伫台中市府的都市设计审议，经济部长王美花离开线顶记者会，宣布由行政院直接发出特种的建筑执照。营建署也正式表示，台中电厂的燃气机组不必进行督审。那所以因此为了加速中部以气换煤的脚步呢，行政院已经在今天发给台中电厂燃气机组的特种建筑执照。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伫23开记者会来反击，跟市中会嘛照通宵电厂爱先拆才过去。我们必须反对中火违法扩建。注意，中火要由现在全台湾最大的电厂违法扩建成
全球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中部人无法承受，也不接受。不过，对卢秀燕的坚持，台电表示，通宵电厂嘛是先起才搁拆，但是先拆才搁起，绝对会影响供电。通宵电厂的旧机组是在106年拆除，但是新机组我们104年就开始新建了，所以事实上等于是还是先建才后拆。如果还没有把新机组盖好，那就把2部台中的燃煤机组拆掉，当然会影响到整个用电的稳定性了。卢秀燕认为，中央想要扩建中火，必须要得到台中人的同意，若无会反对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同意潮江管理学院伫咧7月31收起来，出的64位学生会用专班或者是转学的方式协助学生读册读较煞。用同会游戏设计作为特色系数，潮江科技甲管理学院原本就是对未来有梦想的学生，毋过学生控诉董事会无新办好，师资流失。虽然伊学费较高，毋过毕业进前拢无游戏作品。当初到这间学校的部分，其实我是想要做一个游戏的。2年级3年级了，对，已经走一半了。那也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做出我想要做的游戏。谁知道读个1、2年而已，东西开始没有，再来就是老师没有，然后再来就是教学设备也没在更新。潮江去年5月就把无附近全部停招停办，毋过当时无经过教育部核准，今年4月学校个申请停办，经过事后咨询会甲停办审议会定书，教育部同意潮江7月31开始停办。考量学校面临办学品质不佳、财务资金不足以及优退方案已经获得校内共识等，同意于2011年7月31号开始正式停办。凡是符合退休的老师，我们依退休的程序办理；那不符合退休的老师呢，我们就依之前的方式。学校有17个老师、14个职员加64个学生，教育部会协助学生以原地专班或者是转到附近大学。毋过毕业生认为，这对2年、3年的学弟妹有关有影响。不只是负担有可能因此而辍学也都不一定，因为有些人的情况家境可能比较复杂。我知道有些学生他是卖他的饰品黄金才有办法去读学校，而且他现在还在贷款中。高教工会批评教育部审议时阵无找师生了解状况，互因有讲意见的机会，导致出伤害学生受教权的决策。潮江市赶伫事后退场条例实施进前停办，有机会规避法令，伫停办3年来，依然应该办其他事业盈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平湖的望安花市，昨早起发生发电机故障，煞拢伫咧停电。学生囡仔伫咧处理跋倒线顶学习，只好全部登到学校去上课。所以这里是多少？明明要第3级的警戒，也毋过平湖的花市国小学生，这2天确实转来到学校上课。花市是3级的离岛，隶属平湖的望安乡。对马景本岛坐船加起大约爱1点钟，就算对望安坐船嘛要35分钟。平乡市岛上会供电靠3台发电机，无想到2日早起发电机竟然连续故障，造成供电无稳定，网络断线，网络学生的受教权受影响，只好学生转来学校上课。今天或是明天，假如说供电系统非常的那个稳定的话，那我们还会继续就是继续我们的这个线上课程的部分。岛内发电机供电无稳定，电力断电。这摆虽然3号机已经在2日暗时复修，不过23下晡佫发生短暂的断电。老师因只好伫走廊开会，民众甲学校拢真无奈。平湖关建设处接报了后，也赶紧找厂商协助工作修复发电机。接头线就有故障，可能要运到台湾电脑去做一个线纤的一个检修了。至于4号机，因为它运转的时候产生一些黑烟，可能有一些冷却水的问题，下个礼拜1原厂就会过来做一个改善跟修正。2号甲4号机修好也需要时间，全岛一瞬间靠1台3号机供电，互民众佮学校拢真烦恼，佮再断电。而建设署表示，已经甲台电借紧急的发电机，若供电佮出现问题，会赶紧甲发电机送去协助供电。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的经济受到疫情冲击，
新竹县台北市民代表会就提案建议，要发予台北市民每一个人1万块的现金。不过，台北市长表示，讲一个人1万块就要开20亿，财政是无法度负担。因为中央的纾困方案有条件限制，真侪民众资格无符合，无法度提出申请。但是疫情关系，各行各业拢受到真大的冲击。台北市民代表会规期提出建议案，希望公所针对台北市民一人发1万块。我们赞成啊，赞成这补发1万。对，因为大家生活就已经很难了，生意也难做啊，大家都停摆，怎么做？哦，不用啊。你觉得不要？不用啊，发1万没什么意义啊。在地方上啊，听到我们基层的这个声音了哈，可以讲哦，这个哀鸿遍野哈。财政许可之下呢，啊，希望这个广发1万元哈，让我们竹北市民啊得到一些这个纾困的现金，让他们在生活上面呢能够得到一点这个补助哈。针对提案，台北市长回应，虽然讲市库有40多亿，但是一人1万，总共就需要20多亿，佮加上目前有工程当咧进行，拢需要钱，恐惊会影响市公所的财政。那市公所，因为我们是县辖市哈，我们事实上整个财政真的是不足以来应付了哈。平常在针对这个急难救助等等，或者社会福利，市公所平时都有在做。那民众有需求，他可以提出需求，那我们市公所就会视状况来补助他适当的金额。目前这项建议案，代表会已经提交予市公所。代表会表示，会当看是要增加排付条款，还是只针对受影响的产业进行发放，所来拢会搁进行讨论。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全世界生活所非常改观的城市伫倒位咧，咱做伙来看卖。一般来印象里，生活非常贵的城市，应该就是国际性商业金融中心。不过今年摕第1、上第2名，让予顶一届冠军香港的是中亚国家土库曼的首都阿什哈巴特。土库曼有真济的天然气，不过国际能源介绍长期真俗，致使到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悬。政府阁开重本建设首都做民主工程，致使到各项物件拢起。当地外商阁要面对着各种的法律细节，一直讲挡袂掉。生活费排名第3，也毋是国际大都会，是政治不安、经济正差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新冠病毒大流行，甲去年的贝鲁特港口爆炸，拢加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创下新高，生活费排名为1年前的第45，雄升到第3。原本排名第3的日本东京是降到第4名。顾问公司美世公布这项2021年生活成本的调查，是根据各城市的住房、交通、餐饮，也有费用来进行排名。会当互企业来参考，应该爱付予派出国的人员偌济薪水。排伫头前的城市，也佫包括着第5名的瑞士苏黎世，第6名中国上海，第7名新加坡，第8名美国纽约，也甲第9名中国北京。台北是排伫第22名。对外商来讲，生活费上俗的大部分拢是非洲，也是中亚国家。上尾名是中亚国家的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3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
了。